大家好啊！今日我哋會首先參觀民宿附近嘅奔富酒莊，然後我哋會去卡里克山大宅，之後我哋會直接揸車去 Hondorf 德國村，我哋會喺嗰度遊覽同埋食我哋嘅中午。午餐之後，我哋會去附近嘅 Bierenberg Farm 睇唔同類型嘅果醬。之後我哋會去 Mount Love Summit 從高處睇一睇亞德萊德嘅全景。之後我哋會去格雷爾海灘，去完海灘之後，我哋會返返去市區，去 Adelaide Night Vision， 我哋會喺嗰度睇一睇亞德萊德嘅市區天際線。大家早晨啊！今日我哋參觀嘅第一個點就係奔富酒莊。呢個酒莊離我哋今次住嘅民宿非常之近，只係5分鐘車程。但係因為我哋嚟嘅時間比較早，而佢嘅旅客中心同埋試酒區係要10點鐘至開門，所以我哋都冇打算試酒啦。我哋只係嚟呢度打下卡同埋拍下照咋。奔富酒莊創於1844年，佢係由奔富醫生同埋太太建立。初期其實係主打醫用補酒，之後發展成為澳洲最大最具代表性嘅酒莊之一。而家我哋參觀緊嘅廠房就係當年奔富醫生種葡萄同埋建小石屋嘅原址，現在已經改為歷史酒窖、品酒室同埋餐廳。哇，好香啊！呢度做緊酒。咁呢邊就係啲建築個廠房啊，咁啊條煙通，咁啲廠房都好靚啊，用啲磚啊，用啲石砌成啊。奔富酒莊咧有2個嘅，一個喺嗰個山谷裏面，不過嗰個咧就而家咧就唔俾參觀，咁所以而家嚟翻呢個舊廠呢邊。好，今日我哋另一個點就係卡力山啦。咁我哋泊低停車場，咁樣停車場對住已經有一個餐廳，咁望住個景都幾靚。Carrick Hill 係距離亞德萊德大約係8公里，佢係位於 Adelaide Hill 山腳嘅 Springfield 區，係一座1930年代按英國鄉村大宅風格而建成嘅豪宅。Carrick Hill 大宅原本係 Edward Hayward 爵士同埋太太嘅私人住宅。佢係一個亞德萊德出身嘅百貨企業家、慈善家同埋藝術收藏家。1983年，佢將大宅遺贈俾南澳政府，經過整理之後，1986年開放俾公眾。而家係一個歷史屋苑博物館同埋公共公園，而整個大宅佔地大約係40公頃，其中有26公頃係原生嘅灌木，其餘就係英式嘅花園、果園、草地、林蔭大道同埋兒童步道，非常之清幽。Carrick Hill 室內嘅公園係免費入場㗎，但係如果要參觀室內嘅歷史底宅，就要另外購票，成人大約係17至20澳元。呢度提醒大家，佢嘅開放時間係星期3至到星期日上午嘅10點到下晝嘅4點半，星期1同埋星期2通常都係閉館，所以如果大家想嚟參觀，就要安排好時間啦。哇！呢棵松定柏啊，好高大。咁佢呢中間呢有個走廊嘅整咗，好靚啊！啲磚好靚，咁佢呢度啲擺設咧，
佢就叫你唔好喐嘅，即係保持原位。玻璃幕窗都好靚。我哋側邊咧有個餐廳嘅，有啲鵝雀仔喺度，啲雀仔都好似好清閒，享受緊大自然喎。咁呢一座咧應該係嗰啲馬房啊，養馬。個天色好藍好靚。咁我哋今次嚟咧就主要影個公園，就冇入到嗰個大宅裏面嘅，因為天氣好好啊，影個外圍都影咗好耐啦。好靚。好，咁我哋就走啦，去返停車場。離開咗 Carrick Hill 之後，我哋大約揸咗30分鐘車，就去到我哋今日第二個點 Hondorf 德國村啦。Hondorf 漢多夫又稱為德國村，佢係位於 Adderley Hill， 距離阿德萊德市中心大約係25至30公里，開車過嚟大約係30分鐘左右啦。德國村係源於1839年一批來自德國嘅路德會教徒移民嚟呢度南澳，佢哋就喺呢度建立咗農村聚落，慢慢成為德裔小鎮，因此被視為德國人喺南澳嘅象徵。因為鎮裏面保留咗好多德國嘅風情。紅葉啊！時間都差唔多啦，我哋需要食我哋嘅中午。嚟到德國村，我哋當然要試下德國食品啦。喺德國村嘅主街裏面，其實有好多餐廳都提供德國食品㗎。其中有3間餐廳被旅客認為係比較出名嘅。第一間就係而家我哋經過嘅餐廳，佢叫做 German Arms Hotel。佢係位於主街嘅最前方。當你進入德國村，第一間見到嘅應該就係呢間餐廳啦。一般旅客認為呢間餐廳嘅歷史係最悠久，室內嘅氣氛亦都非常之好，而且呢間餐廳主打啲精緻嘅德國菜，都幾受旅客歡迎㗎。而第二間餐廳就係而家大家見到嘅 Haus Hondorf Restaurant。呢間餐廳比較接近主街嘅街尾，旅客認為呢間餐廳嘅裝修比較現代化，而且除咗德國食品之外，佢亦都融合咗一啲本地菜，有披薩、牛扒同埋意粉，亦都受到部分旅客嘅歡迎㗎。而第三間就係而家我哋見到嘅 Hondorf Inn， 佢係位於主街接近中間嘅位置，佢裏面嘅裝修係屬於一啲粗獷嘅巴伐利亞風情。一般旅客反映佢嘅食品份量都比較大啊。最後我哋就俾呢間餐廳嘅巴伐利亞風情所吸引，我哋就選咗呢間餐廳食我哋嘅中午。午餐之後，我哋繼續喺主街逛下。主街兩旁保留咗好多德式風格嘅石屋、木屋、啤酒館、香腸店、麵包店、手工藝店同埋紀念品店，非常之適合慢慢行、影下相同埋試下嘅小食。哇，紅葉好靚！咁呢一間咧就賣啲德國玩具嘅。咁呢間鋪頭都好出名㗎，好多人路過都會入去睇睇㗎。咁係賣啲德國玩具啊，呢啲好得意。咁好多人都有入呢個鋪頭影啊。哇，唔同嘅鐘啊，好靚。
好得意啊，好仔細喎啲公仔。行完玩具店之後，都係時間啦，我哋要離開德國村，去我哋下一個點 Bärenberg Farm。Bärenberg Farm 係一間家族經營嘅農場兼食品品牌。1839年，佢哋就喺呢度開始務農。1970年開始，佢哋就用自家嘅士多啤梨製作果醬，逐漸發展成為 Bärenberg 品牌嘅果醬同埋醬料。離開咗 Bärenberg Farm 之後，我哋大約揸咗20分鐘車，我哋就嚟到另一個景點 Mount Lofts Summit。洛庫泰山頂係阿德萊德東面山脈最高嘅山頂觀景台同埋旅客中心，而呢個山頂觀景台有一支白色嘅紀念塔，塔下方一圈位置可以270度俯瞰阿德萊德嘅市區、機場、海岸平原同埋東邊嘅山谷，係旅客最常嘅影相位置。喺呢度望落去就見到阿德萊德嘅全景啦。直望嗰度有啲高樓大廈，應該就係市中心啦。而白塔係洛庫泰山頂嘅標誌性地標與測量標記塔，佢係用嚟標記山頂嘅位置，同時作為觀景台嘅中央視覺點，方便旅客拍照打卡。遊覽完觀景台之後，我哋大約揸咗45分鐘車，就嚟到格雷爾海灘。呢個海灘係阿德萊德最具人氣、最方便到達嘅市區海灘。由市區嘅 Victoria Square 坐電車，終點站就喺呢個沙灘旁邊㗎。下面就電車軌嚟㗎啦，就最遠嚟到呢度。咁出邊呢度已經係海灘啦。咁變咗，如果大家唔揸車呢，其實就坐呢啲電車都可以嚟到呢度嘅。格雷爾海灘係一個寬闊嘅淺沙灘，佢以平靜嘅水域、長堤碼頭同埋日落景色而著名。沙灘前邊有一條商業街，佈滿咗餐廳、酒吧、咖啡廳，氣氛非常之好。咁啊個 icon 啦，一個摩天輪。咁呢邊咧就以前嘅灘河。我哋喺海灘行到接近黃昏，但係我哋就冇等到日落啦，因為我哋要去我哋另一個點 Adelaide Night Vision。萊特之眼係位於北阿德萊德嘅蒙特菲奧爾山，係一座建於1938年，紀念南澳殖民地首任測量總監威廉萊特上校嘅銅像觀景台。觀景台可以俯瞰橢圓形嘅體育館，同埋欣賞阿德萊德市區天際線嘅地點之一。咁直望嗰座呢，就係阿德萊德運動場，咁有高樓大廈嗰度呢，就係市中心啦已經。